美国有可能伫24点钟内用军事介入伊朗，目前伊朗领空是半封锁，美英联军也开始撤离。巴拉安溪邦山湖造成大灾情，检方认定乡长林清水等人涉嫌伪造文书，过失致死，甲乡长申请羁押禁见。食药署稽查食品进口业者发现有7间公司违规，拢总是罚54万，这当中甚至有过期8冬的鸡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9重大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这伊朗的局势。风声比讲呢是上有可能伫24点钟内用军事来介入伊朗。目前这伊朗的领空已经是半封锁的状态。也那美英联军呢嘛开始对中东的基地来撤离。虽然讲这川普受讲伊朗目前已经停止来处决示威的人士，也毋过其实国际上大家已经开始咧闪这个区域，避免出代志。伫咧卡达乌大德的空军基地，气氛真紧张。卡达官方嘛证实，因为区域局势紧张，一寡美方人员已经用预防性撤离。根据外国媒体借用欧美官员的讲法，美军对伊朗的军事干涉行动，上紧伫咧24点钟内会发动。就算讲 Trump 伫咧白宫访采访上新的讲法是，预防转达伊朗政权镇压抗议的杀害，当咧减弱。不过，伊要是无排除军事行动的可能性。They told me that there'll be no executions. And so I hope that's true. Does this mean military action is now off the table against Iran? Well, we're going to watch and see what the process is, but we were given a very good statement by people that are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外交部长伫咧接受 Fox 新闻网专访的时阵回应，根本就无假行计划，佮强调因是甲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相战。不过，伊朗内部态度也是真强硬。伊朗首席大法官伫咧看德黑兰加甲的时阵，公开逼促司法甲安全单位爱甲街头的歹人赶紧采取行动。اگر ببخشید کار دیر بشه حتی ممکنه همین کاری که امروز میکنیم 2 ماه دیگه انجام بدیم این اثر رو دیگه نداره که اگر ما تونستیم امروز یک کار رو انجام بدیم 2 ماه 3 ماه دیگه انجام بدیم اون اثر رو نخواهد 伊认为，若是袂当伫咧短时间内对反政府示威者一篇法律审判甲惩罚，威胁效果就会拍折。目前估计已经有超过16000人去互拘留。伊朗的司法系统当咧面对正正毋捌有的破决压力。人权观察组织提出警告，认为伊朗政府最清楚的。 Trump 是甲处决示威者看作是袂使下过底线，不过这无代表风险会消失。若是抗争的强度减弱，德黑兰可能会利用司法程序秘密审判，伫咧短时间内大规模处决防脏掉的人。 If it goes back to business as usual, what we're going to see immediately is a huge exercise of using or abusing the judicial process to fast-track prosecutions and put people on trial and execute them in large numbers. 因为小镇的消息是一直传出去，波斯湾的天顶已经拢无飞行机啊。德国汉莎航空嘛宣布，飞去伊朗甲伊拉克的航班先暂停，足侪国际飞行机嘛拢驶过。虽然 Trump 态度真强硬，不过美国国内上新的民调所显示，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干涉伤过超过，而且烦恼可能区域战争会拖出去，会影响到美国资产甲海外官兵的安全。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 美国国务院是来宣布，对后礼拜开始呢，要来暂停办理70个国家的移民签证。这当中是包括着罗西亚、伊朗，也有阿富汗等等。另外，这美国最高法院呢，到当时有关无对这个 Trump 的关税案来表态，和法律界甲商业界大家拢真烦恼。 关系 Trump 关税授权的法律争议也无清楚。美国最高法院伫拜三发布上新一批裁决，也毋过名单当中煞无看到各界上界关注的关税争议案。专家分析，最高法院直直无对行政部门加扣关税法律权限做出上尾的裁定，代表白宫目前针对各国加扣25%甚至更较悬关税的计划，伫咧宪法层面也是有挑战。 目前保守派甲自由派大法官看法也是无同，若准判决继续拖落，虽然对白宫维持现状是有利，也毋过法律界所烦恼行政权力会扩大甲上超过。法律的争议直接反映伫商业界，全美国各大码头大批来自中国、印度、欧盟的货柜，因为真悬的关税面对成本涨悬的压力，真侪业者原本毋望最高法院会当判决关税违法，争取退税空间，也毋过伫咧裁决约别出来的状况之下，卖场内底民生物资计销已
已经无解稳。专家警告，若准最高法院一直拢无裁决，无确定的关税成本恐惊会转去到消费者，尤其旧历过年的大补货，全球供应链恐惊会有大震动。也若美国外交是传出大变化，国务院拜三表示，川普政府1月2日开始无限期停办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包括罗西亚、伊朗、阿富汗，甚至连巴西、奈及利亚甲泰国也拢有。国务院发言人指出，这项措施是为着重新评估审核程序，确保未来移民袂乌白用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真做是公共负担。有律师指出，这项冻结令实际上等于是对要半数的国家，甲合法移民的大门关起来。公司新闻陈伟林曾建讲评译。继续来关心高雄一桩意外，这是发生伫左营的台电变电所呢。昨是有一个姓张的巡检班长，准备要换这工停车的时阵，煞无细力，互电动门甲夹着。互人发现的时阵呢，这个人已经无喘气甲心跳。那加上是这支大门是无防止夹着的机制。台电现场的巡检班长的机车要停伫大门口。14早起7点半，依照平常时做法，骑机车到左营一处变电所，准备换工停车出门巡检。不过煞不幸发生意外。张姓男子疑似操作电卷门时不慎遭夹困，经现场救护人员急救检视，已无生命真相。初步了解，现场的班长开电动铁门过程，卡到红外线感应器，铁门马上停落来，因为跨度无够，无法度让机车通过，伊伸手去指开关。正常的程序，开门进来，或者是侧身进来，来到开关这边按开启的动作，那就用手伸进来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才发生这个不幸的憾事啊！力道太强了啦，不能这样子啊！而且他们同事之前上个几礼拜之前才发生差不多的事情，在冈山啊。现场的班长是台电驻青员工，已用37年的资历，过4年就要退休。家属质疑无大门防夹机制，同款的案件不是第一摆，不过台电所拢无改善。我们的同仁在工作的过程里面遇到任何的工作伤害，台电公司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给予抚恤。台电表示，会加强宣导作业安全，配合检警甲路检这单位调查清楚原因，也澄清高雄区处无同款的事故发生。专业铁门师傅建议，电动铁门应该加装红外线感应，让人车架咧应停止运作。同时，尽量用遥控器来操作，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的消息来看，这是个数是来稽查全台湾230间食品进口业者订立的情形。结果所发现讲，有7间公司呢是申报无老实，拢总是发代票54万。这当中上界严重的是高雄有一间食品公司呢是有35件过期的食品，这当中甚至阁有过期8档的鸡排。卫生局稽查人员伫违规的食品顶管打封条，高雄这间食品公司互发现，竟然有5种产品过期，包括肉品、油品、酱料、米制品、菜色水果、甲水产加工品，拢总有35件。925公斤，其中有一项鸡排是106年8月28的到期，也就是讲已经过期8档啊。他们每天都会有人进出出，然后也有冷冻车。这摆是卫生部食药署联合国地方政府卫生局稽查，检验全台230间进口业者，稽查重点包括食品登录、管理甲过期食品等等。结果包括空信公司在内的6间业者，因为无建立对数追踪系统，申报无实在，无食品安全监测计划等等，互罚3万到6万不等的罚金。另外，高雄的东澳公司因为囤过期8档的鸡排，拢总互罚30万。专家表示，冷冻过期的鸡排，唔但食了对人体无帮助，颠倒佫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像金黄色葡萄酒精、大肠杆菌等等。然后我们在烹饪当中的话，也担心说，这种受到环境中的微生污染的鸡排，它会有食安的疑虑，然后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食药署表示，有业者已经不是第一摆违规，未来会列做重点稽查对象，嘛提醒食品进口业者要遵守食安法相关规定。记者顾兆勇高雄采访报道。
这阵啊，这芭乐是真好价，毋过呢，煞拢有人去偷办。对去年到今呢，伫中华社头乡已经有几啊搭这果子园拢着贼偷，就算报警察抓到人后手呢，这贼仔还是会出来。这农民只好是加强暗时的巡视，增减士气，要来修复因的心血。中低收入户、原住民或其他。这位穿咖啡色外套的查甫人，徛伫涂骹，互警察围咧问话，因为伊伫果子园偷办芭乐，互农民直接撞到。中华社头是台湾芭乐的重要产地之一。农民表示，去年11月开始到今，有连续几落代芭乐园拢着贼偷。顶个月啊，芭乐好价，有不止拢无芭乐哪办，拢去用偷办呢。阮了，即摆就是少吼，价小价会贵啦。佫安尼来甲咱偷办吼，阮都无收入嘛。你从小颗种到大，你要好几年，啊，他就马上来收成，然后挂丢啊买了，啊，说实在的，你要叫我怎么办？芭乐农表示，因为去年风台大水影响，芭乐产量少，即阵中部的市场价销平均一斤伫90块左右，北部甚至起到105块，真好价。但是煞有人歹手脚偷办芭乐，而且互警察抓到，佫毋惊人放出来继续偷。即礼拜佫有芭乐园受害，除了靠警察，农民嘛加强巡逻，增减士气，要来掠贼。即马芭乐好价吼，家己嘛爱装一寡设施啦，啊，像阮都拢有装即个监视器吼，啊，所以讲迄賊仔有当毋知影来偷办，就讲去阮翕到，去阮掠到。昨日受理芭乐盗窃案，本分局获报后非常重视，第一时间已组成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积极侦办中。另统计去年全年度受理芭乐窃盗案共有3件，并均已破获。警方表示，目前是社头芭乐大出的季节，农民若发现有可疑的情形，爱随报案，警察拢会第一时间赶到位，嘛已经结合社区巡守队，加强果子园的巡逻，全力阻止贼偷做歹。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年底就要选举啊，来关心这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的结果已经出来，是由立委陈定辉以60.8%代表台南市来选2026年的市长，那林俊宪是摕到58.1%。根据这民进党公布的民调结果呢，这陈定辉对国民党正谅解是60.8%，比13.8%。那林俊宪对正谅解呢是58.1%，比21.6%。确定是由陈定辉摕到。民进党是预计在1月21的时阵会来开中执会正式甲提名。那正谅解也回应讲，这陈定辉是互人真尊敬的对手，期待会当拍一场真有规模的选战。另外来关心的是，这台南市政府呢是伫咧东区的副都心这站呢是来规划运动艺文休闲园区的 BOT 案，原底呢是要来做国立科学未来馆，后来佫改买来做小巨蛋。也毋过呢，因为这金额是真大，所以地数拢找无厂商。有议员是批评已经15档的时间过去，煞一粒两刀安尼补袂出来。那市政府是回应讲，今年3月会佫重新招标。有一个树仔甲草仔埔，这是南台南副都心的中心地，是经济市民运动散步的好所在。未来者要规划做台南小巨蛋，市府伫遮规划运动艺文休闲园区 BOT 案，对起头要做国立科学未来馆，到后来改成会当坐2万人的小巨蛋，兼规划1.6公顷对外开放停车空间，总投资金额233亿。不过招商10多档拢流标。那去年9月重新招标，年底同款嘛是无标出去，在地人对小巨蛋看法有寡疑虑。我们都很高兴要盖啊，可是我都很期待啊。这立民是我做赞同的，因为小巨蛋去了吼，阮专门力敢若有新着3项尔，交通塌啦，就是粪扫啦，来就是噪音啦。但是我嘛是爱好去啊，因为台南市拢无小巨蛋，高雄已经有小巨蛋啦。南台南小巨蛋有这个计划15档啊，9档嘛是佫无法度做。有名大高台中的巨蛋伫2024年动工，那附近的高雄演唱会一场过一场，闹热气气。早着结合商圈甲产业带动经济，是安怎台南9档无动无静，无消无息，难免互人真失望。15年孵不出一颗蛋。反观高雄也罢，台中也罢，因为巨蛋产生的经济效益，到底台南孵出蛋，我想
市政府总要给一个交代。财税局也已经积极的拜会潜在厂商，强化和市场端的沟通，期望呢能够在今年有具体的招商成果。针对外界质疑，市府回应，南台南副都心地价这几档尚无起死城，可见这个所在真有发展。后续的规划增加公共服务加建设规模，嘛会去找有可能投资的建商。因目标是3月中公告招商，6月看敢有人要来投资无。黄伟提市长希望第一落临进前，看敢会使完成签约，唔嘛满足市民对小巨蛋的期待。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这几天来，这大新竹地区甲苗栗呢，这学生是愈来愈济啊，也毋过班级数煞无对咧增加。行政院其实是有编3亿外预算要来起新的教室，也毋过煞因为这总预算案是还未审查，所以计划呢是全部拢冻点。有一寡家长是真着急，呼吁立法院这动作就爱较紧的。孩子的就学权益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筹码。新竹的家长伫咧立法院大声抗议，因为中央总预算到档也未审，影响囡仔的教育权。这几年大新竹苗栗因为大十国计划大量人口徙入，学生囡仔对咧增加，学校的班级却无对咧成长，尤其高中级特别欠。大新竹自救会指出，即马地区录取的分数逐年压悬，一班前38人全国上济。家长为着囡仔徛出来，要求立法院赶紧审总预算，通过行政院为着大新竹和苗栗本的校舍计划经费3.3亿，互因通建设新增加的班级。一个整个预算的 package 大约是40亿，3.3亿是它的头期款。当头期款不能准时全额的拨入的时候，你叫家长要如何相信后面的预算会通过？自救会指出，这个预算是用来起高中级新教师和征收的钱。预算着通过了后，才通落实班级增加政策。家长代表表示，为着争取更较好的教育品质甲资源，这些学生囡仔着对台北和台中等等，逐工来回通勤。若是教育资源竞争的状况唔改善，嘛会冲击到弱势囡仔。当我们今天能够提供的教育量能够提升以后，那这个竞争的状况其实就会有效的降低哦。因为家长们的诉求并不是说每一个孩子他都要进行这个顶尖拔尖的这个学校，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家长的诉求就是孩子能够在一个公立的学校，降低这个经济的负担。自救会表示，为着增加班级的议题已经表明3年，真无简单。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才规划好势，115学年度公立高中级要增加38班，116学年度要增加56班。因也要甲定政署3个各党团抢头，希望立法院专业通过这项建设经费。记者卢尚书、郑准佑台北报道。另外，为着要来应这长照需求，卫福部是要来设立长期照顾甲社会发展署，也就是长发署。立法院是预计后礼拜1会来审查组织法修正草案。也毋过有真侪社会团体呢是呼吁政府应该爱紧来解决这资源分配无平衡，也佫有人力欠缺的问题。预算要加码，人力要充足。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为了整合老人福祉、身心障碍权益甲长期照顾体系，卫福部要来成立长期照顾甲社会发展署。毋过社会团体伫15早起做伙开记者会，讲政府就应该爱先重视即马资源分配无条匀，也佫有人力不够的问题。无政府的组织改造落去，毋过代志嘛是无解决，呼吁应该就爱听民间团体的声音。社政这边的人力一直都偏少。好，那这个部分人力是不是也是我们要合理调整的一个阶段哈？另外，卫福部按算伫社会甲家庭署成立身心障碍福利组，新障团体烦恼即卖长照3.0制度过度偏向医疗照顾，建议爱投入社区生活甲生活中间，对着老化身障者甲老年身障者的需求，嘛爱分好清楚。身障者在使用的富康巴士、长照的交通车跟通用计程车，其实现在是分属不同的权责单位，所以大家每天要去打不同的电话，看看到底是哪个可以预约到，哪个预约不到。从这个原先927，今年大幅成长到1103，我们的增幅高达25%。这是长照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的身心障碍的部分呢，我们也已经有匡列5年480亿。要对卫福部组织法修正草案逐条审查，卫福部回应，长照3.0已经起稿，长照基金的预算规模嘛增加到1103亿，比114年成长25%，会阁继续收集各界意见。若现有的人力、服务也阁预算，袂因为组织改变来减少。公司新闻大小编陈碧如台北报道。
咱拢知影讲，台湾即马呢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啊，也毋过呢，所有一寡中高龄的劳工是希望讲会当延后退休，也是讲退休了后会当搁倒来食头路。所以劳动部是来公布相关的参考指引，希望这劳资双方呢会当透过协商来讨论这上班的时间、地点，甚至是内容等等，互工作会当顺利进行。真三粒伫咧剁肉，一了就处理好啊！伫大卖场工作阿美姊啊，毋那剁肉真厉害，整理冰柜电视的肉片，因为真有经验，真熟，一了就整理好啊。65岁伊做甲真惯势啊，退休了后，互公司佫请倒来做。到这里面来，我的环境我通通都知道嘛，所以我很熟悉我的工作环境，所以我上班也很快乐。过年即要到啊，卖场生意真好，更加需要老经验的员工来服务。阿美姊也希望加20年工作经验，传予少年的同事，公司已经由工作或者设计来减轻伊的负担。为他量身定做调整一些工作的工时啊，做一些辅具啊，职务赛政系的申请，让他们可以在工作继续航行。台湾正值进入超高龄社会，加上即阵囡仔生少，少年劳动力减少，卖酒工作找无人。中高龄劳工退休了后，因为经验真丰富，加上身体状况也袂歹，有时搁等于工作来补这劳动力无够的情形。像新报文化服务据点就会到3工介绍。如果他们想要进用中高龄的话，可以先看看有没有什么职务是可以拆分，或者是细部是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协商之前。可能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是先来做退休再回聘，还是说我们就继续下来，延到66岁、67岁，采哪个方式可以来先做一些讨论。劳动部特别公布中高龄继续留来工作的参考指引，强调除了原企业继续请以外，也在协商来延后退休的年龄，也是退休了后才搁请。经由指引，头家甲劳工双方经由协商讨论工作时间、地点、内容，合意了后订定新的契约。头家也需要替中高龄劳工来投保这职灾保险，并且注意职安卫生的事项，保障继续留来工作这批劳工工作会使顺利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有外国媒体是报道讲，咱总统赖清德呢是将有可能会去洪都拉斯新总统的就职典礼，而且佫会过境美国。也毋过，咱总统府是否认，表示讲这报道呢是用药的较济。学者是来分析讲，这篇消息呢应该就是要对中国来施压，佮加上这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影响，洪都拉斯是真有可能改变因的外交政策。洪都拉斯2023年3月甲中国正式建交，佮宣布甲咱断交。不过，韩国亲台派总统当选人阿斯夫拉伫要就任，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总统赖清德有可能安排访问，若出席27咱前友邦总统的就职典礼，甚至有希望过境美国本土。不过，消息一直出来，总统府否认。相关报道纯属臆测，元首出访如果有确定的行程，将循例适时向国人公开说明。而点解赖总统过境美国是2024年底访问太平洋友邦过境夏威夷甲关岛，搁进前一届是担任副总统期间，以特殊身份带团出席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礼，过境纽约旧金山。典礼进行了后，也无以总统身份真正踏入美国本土。我们现在台美关税还没有做正式的敲定，千万不要因为赖总统想要过境美国东岸来作为交换条件。过境或者什么时候要拜访我觉得呢，这个因应国际的情势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不需要拘泥在过去一定要在什么时候来做这件事情重点还是实质的关系。对川普动作主义的影响，学者杨建平分析，即阵啊，智利、玻利维亚等国的选举拢为左派转右派，国家洪都拉斯规个拉丁美洲情势渐渐对台有利，不过也是受台美关系限制。外媒放这个消息，恐惊是想要趁这个机会对中国施压。依照我在拉丁美洲长期的经验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中美洲各国与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维持邦交，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中国大陆有180几个邦交国，它在中国大陆的重要性，应该是很低的。但是唯一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维持邦交。对洪都拉斯亲任亲台派总统就职，可能改变外交政策，甚至甲咱建交。不过杨建平嘛提醒，因为伫川普1.0时期，咱中断3个邦交国，美国当时无采取任何行动，恐惊咱无应该伤过头乐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去年花莲的八达岸溪邦山湖做大水，是造成19个人死亡，5个人失踪去。花莲的检方是甲这乡长林清水等4个人带回去侦讯，认定这林清水等人是无照裁缝法的特例，而且呢特例人数又过加报，所以涉嫌伪造文书、甲过失致死。目前这乡长林清水已经予人申请羁押禁见。乡长对于检调的指控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有没有跟乡亲说的？经过10点钟的侦讯，公府乡长林清水甲秘书陈元宝，还有乡公所人员，10时暗时被移送花莲地检署复讯。检方侦办马太湾溪邦山湖大水案了后，认定乡长林清水是嫌伫灾害发生进前无积极特例民众，佮负无特例人数，向民者无优先特例，最后造成19人死亡，5人失踪。被告4人经检察官讯问后，认均涉犯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及过失致死等罪嫌重大。其中林姓被告有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予以当庭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因为乡长林清水捌伫0923大水发生进前对外表示特例人数为697人，一些增加到8000人，已经超出公所能力范围，影响各地方是不是要责任？检察官是认为县府甲中央是多多单位，公所量能不够，爱请求协助。不论是中央或地方，的相关主管以及承办人员，我们都会进行调查厘清。会有第2波、第3波的行动吗？没办法排除。那各界在质疑为什么会拖那么久时间？这中间有什么考量吗？这中间完全没有任何的考量，就是因为本案所涉的主管的权责单位太多。检方指出，看起来主管权责单位真多，检方无外度进一步调查约谈。另外，公所秘书甲科长还有承办人员等3人，检方认为无羁押必要，分别15万到20万交保。另外，用电子监控限制自己，还有出海出境，乡长是毋是做得羁押？下晡2点半，会伫花莲地方法院开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要先来关心的是，这丹麦甲格陵兰的外交部长呢，是去到美国白宫，甲美国的副总统 Vance， 也个有国务卿卢比欧做伙来讨论这格陵兰的问题。丹麦甲格陵兰伊是坚定拒绝互美国甲接管的，也毋过这 Trump 嘛讲伊袂放弃选择权。这场伫华府讨论格陵兰问题会议，互人讲作是坦白，而且是有建设性。丹麦甲格陵兰大硬拒绝卖地，也是互美国控制，强调依持现有的状况，引用民调显示，敢若6%的居民支持加入美国。We therefore still have a fundamental disagreement. We didn't manage to change the American position. It's clear that the president has this wish of conquering over Greenland. We made it very, very clear that this is not in the interest of the kingdom. To strengthen our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we want to be ow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总统 Trump 对丹麦伫格陵兰军事部署看无够重，讲格陵兰敢若靠狗咧拖小车防卫，表示佮加一组安尼的军队要是无啥路用。I'm not going to give up options. Denmark can do about it if Russia or China wants to occupy Greenland, but there's everything we can do.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Denmark, and we'll see how it all works out. I think something will work out. 配合丹麦政府的请求，目前法国已经确认要派兵参加欧洲联合军事任务去格陵兰，甲瑞典、挪威、德国等等东部行动，强化北极安全甲北约团结。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这泰国的东北部呢，是发生一件真严重的铁路事故。这是一台高铁工程的吊车，伊是向对顶悬安尼落下来，去击到下底的火车，造成上报32个人死亡，66个人受伤。这也是泰国数十年来上界严重的铁路灾难之一。目前要告咧继续搜救。为侦破现场，会当知影吊车撼中2节车厢迄阵的力头甲伤害。眼睛表示列车跋尾，搁捌烧一时啊。ช่วยน้องดาน้องชายแล้วก็น้องเขยครับที่ช่วยกันอยู่แล้วก็มูลนิธิอยู่5 คนนะครับอยู่ข้างบนโบกี้เอาคนตาย2 คนแล้วก็คนเจ็บได้2 คนแล้วก็เด็กน้อย1 คน。这件事故发生伫俄勒省离曼谷230公里的泰国高铁工地，是中国投资陆续“一带一路”计划。向时火车顶有190个乘客造成重大伤亡，因为有一寡人受重伤，无法度各地逃生。泰国总理阿努顶到现场视察，指责承包商意大利泰工程明显过失。迄只吊车陆续中泰铁路第1期工程路段。
意大利太空城是泰国上大的营造商之一。去年3月，缅甸大地震造成万国登咧起的新加苏大楼淹倒案，意大利太空城嘛是承包商。กว่าจะมาก่อสร้างระดับนี้ได้เขาก็ต้องมีขั้นตอนมีวิธีการมีการคำนวณของพวกนี้ไม่ต้องพิสูจน์หรอกครับผิดอยู่แล้ว。官员表示，搜救队当咧敲找受困乘客甲罹难者遗体，排除现场障碍，按算需要7天。此外，目前也有乘客下落不明，运输部长下令全面调查。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即马这台海的局势是真紧张，咱国防部呢又搁测到9架处中国的军机，也搁有11架中国军舰，另外嘛掌握这中共呢有要来发射火箭。原来咱国防特别条例，民众党吴国昌伊是坚定反对行政院的版本，这个行为，和民进党团批评伊是咧拍假球。两岸情势紧张，国防部15发布侦晓9台次强机飞过海峡中线，侵扰北部、西南也个东部空域，结合11台强舰，也个一列空飘飞机出现伫咧台中的西北边55海里。另外，中共17将会发射载运火箭，国军研判会经过咱防空识别区 ADIZ。国军强调，严厉监控应试强军，也继续提升战力。针对美国大型卖 M109A7 自走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等武器，经费来自1.25条的国防特别预算。因我知影7遍加国防特别条例动来，前美国 AIT 署长司道文加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吴建东拢有回应。对于台美军购的影响，其实最主要是美国会看台湾对自己自卫的决心。This is a decision for Taiwan to make, but in general, I support the idea of a strong defense, whether 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Taiwan.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立法院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访问美国返来台湾，15公布国内民调，对是不是支持1.25条的国防特别预算，个人意见无同。伊是坚决反对行政院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对此，美国在台协会 AIT 重申 ，AIT 处长郭立言对总统赖清德提出的1.25条国防特别预算表示欢迎。那昨天也有跟中国国民党党团的干部进行会商。基本上取得了共识。那今天下午会再做最后的确认。从 AIT 的公开发言和美国官员的印证，都很清楚地说明，台湾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所提出的这1.25兆的强军特别条例的预算规模是跟美方磋商过，内容项目大概也经过讨论。吴国昌讲会提出民众党团的版本，也会甲国民党团达成共识。不过民进党团批评吴国昌安尼显示一个设条件限制版本，也就是拍假球。希望南北摆新行政院版本的特别条例，赶紧付费实质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的树林头夜市呢，在2023年重新启用了后，今嘛煞传出这个月底特别来收单，互市民是怨叹讲，如果减一个夜市通洗啊。因为市政府是表示讲呢，就是因为这块地是国防部的，最近这土地是卖互中华邮政，所以夜市呢，高不离中就爱甲收起来。嘛，因为是伫旧历过年进前关门，所以有一寡烦恼是烦恼这生活恐惊会受到影响。香港的蚵仔煎、炒米粉、还有臭豆腐，民众讲以后要伫新竹树林头夜市食伫遮好食的物件，已经无机会啊。因为新竹没有多少夜市，然后这边收掉，然后就只剩一个夜市可以逛，就后站。有一点对吧？因为新竹就已经感觉已经快没有东西可以去了。逐礼拜3、拜5，营业的新竹树林头夜市，传出1月底就爱收单，还有真侪做生意的单啊，讲这个年恐惊真歹过。毕竟年关到了，每个家庭也都要生活，我们不知道要从哪边跑啊？对啊，就看是否也要找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生活嘛。就是比较反弹的，也有人抗议啊，说我来市府也白打。新竹市府指出，夜市地主是国防部的，最近卖予中华邮政。按合约在伫月尾进前拆除相关设备，各地还有国防部接到国防部的来函，希望说将这个用地收回。那目前得知的一个资讯呢，是即将要作为新竹市的这个我们的新竹邮局的一个邮政大楼的一个新建计划，所以我们目前也积极的在辅导树林头夜市的这个商圈呢，能够有一些其他的地点合适的地点可以进行转移。市府讲未来会评估其他地区最适合的地点设新的夜市，和在地摊
偏乡会当有一个继续做生意的所在。记者刘君和新潮报道。伫台中北区的纪光新城冠村社区呢，昨有一栋主体大楼，因为这厝瓦放落来，结果去夹到1楼住户的查户病，害一个独居的4大人是掉伫内底。市政府表示讲，这厝体本身是无受到损害，后手会要求管委会赶紧来处理。嘣一声真大声，主体查户病熊熊从底甲落落去，病顶的冷气主机嘛已经脆糊糊。14暗时10点半左右，台中市北区纪光新城一栋12楼的主体，厝尾顶的厝瓦熊熊规个落落来，牵到共栋1楼的查户病。也那这间住户是一个90岁老大人，伫咧困的时阵，互厝边吵精神，不过无法度出入，一直到过顿工，要是无法度出去。要走你也爬，我走袂出去，迄有一个感嘛，我爬袂出来，因为我坐落村不难受。啊，你出来看，你有惊到无？有啊，无惊到，惊死好不？出来看哦，整个都是烟，那个灰尘呐、哦，啊，出来跳，砰一下，我们吓很大声。15透早，管委会请工仔人甲查户病切互开，甲落甲规土块厝瓦清清咧。纪光新城是国军冠村登起的，已经有40栋啊。社区拢总有1080户，足侪人是军人眷属，其中65岁以上的老大人有840人。住户讲，前几工就捌听到石头落伫查户病起起哭哭的声，社区嘛捌伫1月初大告示，请住户爱加注心，好甲在厝瓦规个落落来时阵无人经过。管委会嘛讲厝较旧。不过社区的管理费无法度应付修理的费用，请专业的人来检查过，但是没有经费。我们有20栋大楼，那没有办法开支，所以像这个问题，如果市政府如果能重视，应该看是不是能我们来处理一下。台中市都发局表示，已经请建筑施工会现场检查，确认建筑主体结构无害气，未遂发生危险，煞尾会要求管委会修理，若无改善，就会罚钱。公视新闻杨文峰、王良涛台中报道。屏东的房山昨暝是发生一件意外，这是一台原地停伫餐厅外口的轿车。这驾驶要离开的时阵呢，敢若是无细力去打油门，全安尼冲出去，甲这店内玻璃椅啊、甲桌啊，拢甲弄互破。落尾呢，搁落去餐厅后壁的气温啊内底。加在这驾驶本人是无安怎。监视器画面看到一台轿车弄破壁冲出来，随后对气温落落去。屏东房山伫14半暝2点外发生一件意外，原本停伫餐厅外口的轿车，要离开的时煞熊熊冲出去，先是弄对店内玻璃椅啊、桌啊，佮弄破餐厅的烟片壁，最后落落去餐厅后壁气温啊。啊！你拄久车咧差动啊，愈进前伊紧张。因为伊本来立动，伊总我立油门去。是啊。讲规家总我冲下去啊，两条都要扶好起来，拢他拢蹬伊啊。身材有点魁梧了，他说那是他朋友开的车啦，他替他朋友来负责的啦。哦。结果后来我们才知道说，他就是那个肇事者。车落落去气温了后，这名姓齐的驾驶因为无受伤，落尾就家己爬起来离开。这台车伫气温泡一暝，气温的主人惊车的油去影响到虾啊，赶紧请吊车来处理。不过餐厅头家讲，店内损失袂少，除了椅啊、桌啊，前后风浪的玻璃和隔间的房啊，还有一台冷气，加加来20-30万走袂去。徐姓驾驶伤势轻微，自行脱困未就医。本分局在此呼吁驾驶朋友们。行车前应保持专注，避免误踩油门。警方表示，虽然这名驾驶家己离开现场，因为代志不是发生伫路宁，无算是事故头宣。头家嘛讲，要过年煞拄到这种代志，真无奈。后续会等责任厘清了后，才向这名驾驶讨论赔偿的问题。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这车古镇早期呢，伫高雄的林园园区是正时行。2008年的时阵，捌受到邀请去到总统府头前来表演。也毋过即马呢，这项基地伫校园是咧要设团去啊。加在受社区的发展协会来接，由这退休的教练是带20外位学生重新来组一个车古镇。车
请传统服装对着这造展现独有的脚步手路，这是由高雄市林园区文贤社区李小基地组成的车骨阵，捌伫运动部转变运动署114年全国民俗运动阵，得到文鼎顶头公开组得优。这个团队的组成并无简单，因为团员拢是对学校出来的。后来因为无法度延续，才提出校方由社区接手，招12个庄头的高中小学生来组成。我觉得很开心，我很喜欢跳舞，然后感觉它很古老，很有传统感觉。希望阮这组织的囡仔来办一个，互囡仔会当下课，会当有一个延续这个学习。都来传承这个文化。这站因为大环境的影响，车骨阵伫台湾已经较少看会到，有兴趣的人嘛愈来愈少。去年的全国民俗运动阵，车骨阵全国嘛敢若因一队来报名。这个文化除了面临短暂的问题，伫推赛的过程嘛有真侪阻碍。因为阮恁过咧跳拢跳400年前的戏文啊，讲实在真诶人也听无啥有啦。所以讲阮真也开始。伫按这个土地唱阮家己的歌，讲阮家己的故事，所以阮这届阮有编一个你问好地理，套传统的曲调。武定将庙埕稳定伫大厅，传统文化面对社会环境的改变，也必须爱对咧调整甲变化，互大家有机会理解参与，进一步传承落去。记者顾昭勇高雄采访报道。台语文康榜来关心的是，伫网络顶头有一个电影音的平台，或者是学台语。这创作者温玉桥呢，是甲台语真水的一寡语词创作了后变作是诗，而且佮配合家己的声音，遂引起众人的关注。伊嘛甲这个诗甲收集起来，出版做一本册，或者是《日花闪逝》，报到1个月时间，已经卖3000多本去啊。想要和你做伙，看春影，甲大家你做伙人仔色。最近你伫网络顶可能有看过这个台语的低雅音，声音真温柔，小解台语的方式也真特别。看热天的雨花，看东京的霜雪，就安尼行落，行落。创作者就是伊，也未满30岁温玉桥。伊是一位心理师，求学背景和文学、台语拢无关系。台语是伊的母语，也知影讲台语伫历史上捌受过无公平的对待，所以决心家捡回来。伊就去现台语字典，伫字典内底看到台语的水有灵感，伊就家己写落来。我为一个叫做台字大书店的这个较早的书店，来去拣一寡台语内底足水，毋过足罕有人知影的词，来家己写作，就是每一个词写一条诗安尼。因为想要家己发现呢，甲大家分享，就安尼温玉桥对2019年开始经营低雅音，经营到今已经第7档，已经有13万个买众。伊讲上困难的所在，就是爱思考安怎寄出台语的口啊，互听无台语的观众嘛愿意看伊的影片。台语社群足歹做的一件代志，就是出这个台语口啊嘛，就是咱叫出圈，就是你若是对台语文无兴趣的人，可能要接触。这个机会就会较少，我感觉应该就是爱尽量设定大家有兴趣的物件。譬如讲，我之前有分享就是巴拉，然后就是用这个 Michael 有一条歌叫 Beat It， 啊，这个音音的效果就袂歹。连音后浊音化的现象会让巴拉听起来像巴拉 ，Beat It 听起来像。现在温玉桥也家己伫咧网络顶创作的台语诗收做一本诗册，或者《日花闪逝》。全册有罗马拼音、华语和台文字，出版无到1个月时间，已经卖出3000多本，销量真好。互温玉桥料想袂到，伊感觉这对台文界来讲是一个好消息，代表不管是电影音或者是文字创作，拢会当伫咧无同的舞台，互大家看见台语的水。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这教育部顶礼拜才来发布新的电脑版本的台湾台语私立法，即嘛手机的版本嘛来啊。上重要的功能就是当用讲的，就写出这正确的台文，或者会对台语拼音无解释，也是讲袂晓写台文的民众，拢会当真方便来使用。即马伫咧手机顶头已经会当互民众来讲台语，写出正确台语文的 App 咯，是教育部所开发的台湾台语书籍法。只要民众拍开这个键盘，然后对这粒甲刺落去，开始讲话了后，就会当互民众讲台语、写台文愈顺序。
随即教育部则发布新的电脑版台湾台语书籍法手机版本第14接续上线。上重要的功能就是有语音输入的功能，互对台语拼音无熟也是袂晓写台文的民众，用讲的就通写出正确的台文。教育部表示，在起盘嘛推出2种，一种是英文的排列方式，另外一种是用台语的声母和文母去排的。民众会当用讲的较紧啊，就是手机自动会当甲语音转成文字。即马地方腔的部分，来继续去增加伊的医疗库的迄内容啊，就我都加强伊的辨识的功能，即部分才过来继续拍拼。教育部表示 ，App 也通调整字的大小、自定思考，嘛，互一寡英国定无通显示的字，像爬山的爬、小翔的翔，拢通正常显示。针对这届手机版本的台语书籍法，有台语团体讲已经5万真久，总算等到啊，嘛希望为着扩大使用族群，建议增加输入华语输出做台语本的功能。那准讲会使啦，因为咱即马就是语言的这流失足严重嘛，这变做是需要华语甲台语两边的思考拢有够大量，才有法度来处理嘛，看一下台语法的这个转换等等。教育部自2004年开始开发手机平板通用的台湾台语书籍法 App， 民众即马伫 App Store 甲 Google Play 平台拢通下载来使用，民众嘛通对 App 内底写意见予教育部。教育部表示，收集了后未来会继续改善。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再来看，这南韩总统李在明伫访问中国了后，13时去到日本来访问，甲首相高市早苗针对这经贸、安保，也有 AI 科技等等来进行交流。这高市早苗呢，学生时期捌学过拍鼓，所以也参李在明做回来演奏歌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甲南韩总统李在明伫严肃的日韩领袖会谈了后，两位领袖斗阵拍鼓，互外界看了到地行一个也真欢喜。高市甲李在明双手演奏拍鼓 K-pop 热门的金曲。学生时期担任乐团歌手的高市甲李在明拍鼓合作时，展现两国领袖真罕咧看到轻松欢喜的表情。会后两人也交换鼓棒，展现双方的好交情。李在明也送几套南韩籍祝寿果予高市。高市的婚礼有日本籍环保的手表。李在明伫13飞到日本，伫高市的故乡奈良举行双边的会谈。两人对经贸、安保、AI 科技这交换意见，同时也讲到全球甲科学安全的议题。高市讲日韩关系甲日美韩三方的合作，对着科学稳定有帮助。同时确认日本甲韩国建立一个无限形式、随时会谈的管道，也就是来回不断的这种外交的关系。大統領との間では今後もシャトル外交を継続していくことで一致いたしました。这就结束访问中国之路，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李在明，重点放伫日韩甲中国关系的立场，呼吁强调中日韩三方深化合作的重要性。 저는 동북아 지역의 한중일 3국이 최대한 공통점을 찾아 함께 소통하며 협력해 나갈 필요가 있다는 점도 강조하였습니다. 李在明访问日本第2天，参访奈良县的世界遗产发扬区，经由这座甲朝鲜半岛历史渊源真深的描写，代表日韩关系迈向新的阶段。高市预计伫今年找时间回访南韩。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 再来看，在韩国的泡面呢是真受到欢迎，即马伫全世界是安尼卖甲下叫。根据统计呢，去年在韩国泡面外销的金额就有10个亿元美金，这当中卖上介济就是中国甲美国。 不管是世界拢能看到的便利商店，或者是泡面专卖店，人客为5岁10岁货架顶悬摕家己喜欢的泡面，有人早等于煮，啊，毋过更较侪人选伫店内用店内提供的烧水甲电磁炉，在真寒的冬天，食一碗小小的泡面，身躯是烧乎乎。这间毋是真侪韩国人生活的日常，也正做去韩国旅游的外国观光客真喜意的消费方式。 I think it's really good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t flavors and also I think it's like evolving. 法新社报道指出，烘焙真侪国家的韩流文化，加做韩国泡面受外国人喜意的主要推手。
根据朝鲜日报引用韩国海关的统计，泡面外销的金额，在2023年之前拢伫10亿美金以下，2023年是9亿5200万，到2024年就超过10亿。达到12亿4800万，成长31%。2025年佫增到15亿2000多万美金，年成长是2%。It's become so popular that they needed to add the word on the dictionary, because in the dictionary you have all the words that are the most used. 以前讲到这种随煮随食拉面，英文单字拢是倒边为日文翻译的。啊，不过即马韩国泡面方美国国韩语发音翻译的多片正平的单字，共款被收入于牛津英语词典。朝鲜日报指出，为迎合增加外销需求，生产泡面食品业者拢正拼。比如生产辛拉面农产食品，计划伫2016年下半年，伫釜山国区专为外销的泡面生产工厂，共款伫庆尚南道。三项食品要伫美容市增加第2个厂区，另外为进攻中国市场，三项按算伫浙江省设第1个海外生产据点。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甲时间交互 AI 主播唐啊。今仔日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各地早暗悠远会较冷，日夜的温差较大。台湾各地还阁有平湖、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干那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会有南山地降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